嗱，講翻其實賽事結果啦，始終係其次嘅。我覺得啊，啱啱其實嗰位河南嘅選手嘅精神咧，真係值得即係大家去即係敬佩三分啦。咁啊，的確係啦嚇。咁啊，當然咧，接落嚟仲會有其他精彩賽事送上啦。不過咧，呢個時候有個小環節教你一招嚇，有冇教頭啦親自上陣，同大家講一啲咧就係實用嘅街頭防盜防搶知識㗎噃嚇。聽起身係好實用喎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。第三回教官示範擒賊招式，女主展示獨門絕技。教你一招，今期第一招係防精劈棍。歹徒用棍進攻嘅時候，左斜上步，左右直拳，再抱腿後拉一摔，避開對方嘅正面攻勢，再將對方摔倒，然之後用拳擊對方嘅後腦。分解動作第一步，閃身上步前後直拳，左斜上步同埋左右直拳要快速有力，避開對方嘅正面攻勢，通過左斜上步，然之後左右直拳擊打對方嘅面部，要求閃化即打。分解動作第二步，上步抱腿摔，抱腿後拉嘅同時要用右肩猛力向前靠擊歹徒嘅臀部。分解動作第三步就將對方摔倒。分解動作第四步，跪膝擊枕，向前跪膝，然之後用拳擊打對方嘅後腦部。跪膝順勢擊打後腦部，要快速而很準，整個動作一氣呵成。教你一招，今期第二招係制服槍匪。喺歹徒持槍搶劫嘅時候，先要保持冷靜，然之後順勢斬對方手踭，奪槍控制歹徒。斬對方手踭嘅時候，頭要向左閃，奪槍之後順勢擊打對方太陽穴，一氣呵成。睇翻下呢下動作，要趁對方疏忽嘅時候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一氣呵成。分解動作第一步，捉拔槍斬踭，頭向左閃，捉槍管同埋斬踭要同時進行。三個動作要協調一致，先可以迅速化險為夷。斬踭力量要快速而很準，猛力可斷。分解動作第二步，拉踭奪槍。拉踭奪槍要形成反作用力，令對方順勢向前撲，同時將槍奪過嚟。分解動作第三步，擊太陽穴制敵。順勢用槍擊打對方太陽穴部位，然之後再控制歹徒。三個動作同樣要求一氣呵成。教你一招，今期第三招係擒拿小偷。當小偷喺背後用鑷子偷盜嘅時候，順勢捉拿對方手腕，卡住小偷膊頭，將其制服，捉其手腕，托其手踭，卡住膊頭向上托，整個動作要一氣呵成，要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。分解動作第一步，制肩擒腕，右轉身擒拿小偷嘅同時，要用右手回拉對方嘅右手踭。分解動作第二步，托腕卡膊，順勢用右手纏繞對方頸部，同時用左手捉拿對方右手腕向上一托，制服小偷。腿部要向上發力，迅速抽起小偷嘅頸頭部，令其唔容易掙脫。整個動作要快速而很準，令賊人防不勝防。KO 絕技今期第一招係追風後正蹬。呢一招通常用於先發制人，喺對方用掃踢進攻嘅時候，先用正蹬腿蹬擊對方。睇翻呢個實戰案例，喺對方上前想用腿法進攻嘅時候，先用正蹬腿先發制人。正蹬腿要求係用前腳掌作為進攻武器，穿透力強，同時動作迅猛。踢完之後要好似彈簧一樣可以收翻，防止對方嘅接腿摔，同時動作變形少，方便後繼進攻。蹬腿唔單止要用腳力，更加要靠腰胯力量嚟進攻。蹬腿之後要好似彈簧一樣沿路線收回，後退一小步，還原格鬥式。KO 絕技今期第二招換步高掃踢。呢一招講求後發先至，喺對方掃踢嘅時候，先避開對方來腿，再用高掃踢踢中對方頭部。擊打嘅主要武器係前脛骨，要求後撤步嘅時候要迅速避開對方嘅攻勢，同時喺接近目標嘅一瞬間，要用腳踝以上嘅脛骨向下斬出。關鍵嘅動作係要換步，喺換步嘅一瞬間，左手要護於體側，防止對方嘅進攻。重心要放喺兩腳之間，用腰馬嘅力量掃斬而出。呢一招要求係要先換步，躲避對方嘅來勢，
同時後發先至，擊中對方頭部。